Hello，大家好。嗱，一到夏天呢，啲颱風啊嘭嘭聲嚟嘅啦。咁今年係未結束啊。上個年華加沙係風王，咁可能大家都係記憶猶新嘅。嗱，我哋而家就炒炒冷飯，睇一睇華加沙嘅威力啊！哇！呢種場景啊，真係唔係講笑吓。咁雖然華加沙好勁，咁但係可能有好多人唔知啊。全世界每一年大約有80個熱帶氣旋嚟形成嘅，咁但係其中有1/3都會吹向中國噶噃。嗱，根據氣象局統計嘅數據顯示，中國嘅沿海地區咧，平均每一年都會遇到7個嘅颱風登陸嘅，係全球最受颱風影響嘅國家之一。咁當然呢幾年嘅颱風啊，真係特別多。咁今年仲未結束，我哋冇實際數據。咁但係喺上一年就已經超過有20號嘅颱風生成嘅啦。咁颱風對我哋造成嘅影響啊，真係好大。齋係從2000年開始計起，中國因颱風所導致嘅直接經濟損失係超過咗1.3萬億人民幣嘅，受災人口累計已經超過6億人嘅啦。嗱，我哋啱啱體驗過華加沙嘅威力，咁但係喺漫長嘅歷史入邊，又有邊啲最為之致命嘅國家級颱風災害呢？嗱，呢期嘅節目，我哋就一齊嚟睇一下中國史上最可怕嘅5次颱風災難呢。歡迎嚟到越講越迷，製作唔容易，請你為我點翻個 like。第5名，1973年颱風馬茲。海南呢一片原本以椰風海運著稱嘅熱帶度假天堂呢，卻係喺1973年嘅某一個夜晚，徹底咁淪為地獄。呢一切都源自於中國歷史上最強猛嘅颱風之一馬茲。1973年嘅9月10日，一個熱帶低氣壓喺菲律賓東部嘅海域係偷偷咁生成，並於第2日就橫掃咗呂宋島。咁雖然嗰個時候就僅係熱帶低壓，咁但係佢嘅能量正喺度迅速咁積聚。喺進入到南海之後，呢場暴風正式被命名為馬茲，並且喺9月12日被美國偵察機升級為颱風。咁但係喺9月13日嘅海南島仍然係一派風平浪靜咁嘅樣。根據南海日報天氣報告預計，第2日將會有7到8級嘅風量。咁但係就並冇任何跡象顯示將會係一場致命嘅颱風登陸。而僅僅喺數個鐘頭之後，災難就降臨於9月14號嘅凌晨4點40分啦。颱風馬茲以中期風速每小時216公里、氣壓925百帕嘅強度正登陸瓊海博鰲。呢一個登陸強度令到馬茲就成為咗當時有記錄以嚟侵襲中國最強嘅颱風之一啦。根據瓊海氣象站嘅數據，從凌晨4點12分到4點22分，持續咗10分鐘嘅平均風速達到咗每小時172.8公里啊！隨後風速就已被摧毀，冇辦法測出更高嘅風值。咁瓊海幾乎就被夷為平地啦。齋係呢一個地方就已經造成咗771人罹難，全縣有90%嘅房屋坍塌。根據瓊海檔案統計，全縣共計有20幾萬嘅房屋係受損嘅，其中有9萬幾座係徹底咁倒塌，畜生死亡上千，咩豬牛羊成批失蹤，農業損失更加慘重，近40%嘅水稻被毀。瓊海縣係喪失咗4萬畝稻田啊，就相當於全年播種面積嘅56%啦。甘蔗就損失咗1.6萬畝，佔咗種植面積嘅40%。而最慘烈嘅就係橡膠樹啦，損失面積達到7萬畝，總計有232棵橡膠樹係折斷嘅，佔據咗全年種植面積嘅70%。而其中颱風中心經過嘅區域，橡膠樹有80%係被折斷，另外有8萬棵嘅胡椒樹亦都被摧毀咗，12萬畝嘅森林係蕩然無存啊！呢一次災難係導致海南省共計有903人遇難，5759人受傷，財產損失之巨大，難以用人民幣準確咁估計。
而更可怕嘅係災難嘅突然性呢，令地方係毫無準備。預警系統嘅滯後成為咗慘劇升級嘅重要原因。馬茲喺海南登陸之後，迅速橫穿咗北部灣，於9月14號晚喺越南寧平省同埋清華省交界嘅三疊山再一次登陸。咁隨後進入到老撾上空，先至消散。咁雖然風力就有所減弱，但係連續數場嘅風暴呢，喺越南北部同埋中部地區引發咗暴雨，個別省份嘅累計降雨量高達1100mm，並且係造成咗山洪同埋泥石流，咁進一步就加劇咗災情呢。呢一次嘅颱風亦都促使咗人反思當時嘅氣象預警機制同埋災害響應嘅體系。喺馬茲來襲之前呢，地方政府同埋民眾對颱風嘅嚴重性呢，幾乎係毫無察覺嘅。呢一種風未起而人未防嘅狀態呢，令到本嚟可以避免嘅部分傷亡變成咗冇辦法逆轉嘅悲劇啊！第4名，1969年颱風維歐拉。喺1969年，一場恐怖嘅颱風維歐拉呢，係喺華南地區掀起咗一陣嘅腥風血雨。據統計，呢一次嘅颱風呢，係造成咗1554人罹難，無數嘅家庭支離破碎啊，經濟損失亦都難以估計。咁講呢一場颱風究竟係點樣嚟嘅呢？1969年嘅7月22日，喺關島西南邊嘅低壓區逐漸咁形成。喺高層反氣旋提供嘅良好輻散條件底下，颱風係穩步鞏固，並且發展自己嘅環流。而就喺當日，佢發展成熱帶嘅低氣壓，午後就已經迅速增強為熱帶風暴啦，並且命名為維歐拉。起初呢，維歐拉嘅發展就並唔迅猛嘅，但係隨住佢踏上咗西北西方向嘅旅程，一路積聚力量。隨住時間嘅推移，維歐拉就逐漸發展出強大嘅威力啦。7月24日嘅早晨，佢已經係增強到1級嘅颱風啦，而當晚升級為2級颱風。第二日嘅凌晨係進一步發展為3級颱風，而喺7月25日嘅午後，維歐拉呢係進入咗中國中央氣象台48小時嘅警戒線，並且係增強為4級颱風。而嗰陣時佢最大嘅風速已經係達到240公里每小時咧，中心氣壓係低至897 HPA， 已經係達到咗美國颶風標準嘅次頂級類別第4類，屬於超強颱風級別。1969年嘅7月28日11點，維歐拉喺廣東惠來沿海登陸，中心氣壓係低至936 HPA， 風速係達到每小時190.8公里啊！南澳、澄海、潮陽、汕頭、惠來等等嘅沿海城市風力達到12級以上，海豐、陸豐、饒平、揭陽、普寧、揭西等縣呢風力喺10到11級，最大陣風每小時係187.6公里。呢一個風速呢亦都刷新咗汕頭嘅最高紀錄咧，並且呢個紀錄係直到22年後先至被打破。而呢一次嘅颱風呢，又咁啱遇到咗農曆6月15天文大漲潮嘅潮期噃，兩者一疊加呢，就引起咗巨大嘅風暴潮咧。汕頭、海門、東西赤灣等站呢，係突破咗歷史最高嘅潮位，孖聚更加係出現咗最大嘅漲水3.14米，海水倒灌深入到內陸10幾公里啊！而汕頭港嘅水位亦都一下子飆升到3.1米，浪高啊達到10幾米。潮陽縣牛田洋墾區85公里長、3.5米高嘅海堤被削去咗2米，只係剩翻1.5米高嘞。汕頭市平均進水係1.5到2米，狂風所到之處，房屋被掀翻，樹木被連根拔起，電線杆更加難以折斷啊！據統計，梗係汕頭地區嘅民房倒塌已經係多達14萬間以上嘞，倉庫同埋工廠倒塌呢，更加係3500間以上。仲有超過140萬畝嘅農田被大水淹沒，農業生產係遭遇到重創，好多嘅農作物被摧毀，土地嘅鹽鹼化呢，為當地嘅經濟亦都帶嚟咗沉重嘅打擊。而更令人心痛嘅就係喺呢場災難入邊，有470名中國解放軍同埋83名嚟自於全國各地喺汕頭市西郊牛田洋圍墾造田嘅大學生呢，為咗保護海堤、保護人民嘅生命財產安全，英勇咁捐軀。第3名
1874年甲戍風災。喺1874年嘅9月22日，天氣異常之悶熱，空氣入邊就好似彌漫住不安嘅氣息咧。而當時嗰啲人係仲未完全意識到一場巨大嘅災難呢即將降臨。而隨住時間嘅推移，風力開始慢慢增強，氣壓亦都急劇咁下降。而到咗下午嘅4點左右，澳葡嘅水警船係打響咗風炮，政府亦都掛起咗警示。但係咁樣對於即將來臨嘅暴風驟雨嚟講，似乎係有啲為時已晚。而喺入夜之後，澳門原本嘅炎熱同埋寂靜係瞬間被打破，強烈嘅颱風係直接衝入咗珠江口啊，開始係影響澳門，並於23日嘅凌晨係到達頂峰。根據記載，颱風嘅風力係達到12級，最高陣風約為時速200到250公里。佢嘅威力同多年之後嘅天鴿颱風係差唔多。而喺呢一種狂風暴雨嘅吹襲底下，無論係堅固嘅磚房定抑或簡陋嘅木屋，全部都俾風吹到係搖嚟搖去，搖搖欲墜啊！而市區之內好多嘅建築都被徹底咁吹冧，磚瓦橫飛，有一片嘅狼藉。內港園內嘅景象呢，更加係慘不忍睹咧。大量嘅漁船同埋貨船喺風暴入邊係紛紛沉沒，港口係瞬間失去咗往日嘅繁榮咧，只係剩翻破碎嘅木板同埋漂浮嘅雜物。而與此同時，可怕嘅風暴潮亦都隨之而嚟啊！根據估算，當時最高嘅潮位呢達到5.37米，咁喺當時嘅澳門，無疑就係滅頂之災啦。喺工聯大廈嘅燕子附近，原本呢就有座橋通去白鴿巢山嘅，但係喺當晚呢座橋呢就被無情咁摧毀咗啦。好多嘅村民仲唔知情喎，喺黑暗入邊試圖過橋上山避難，但係紛紛都跌咗落水啊！最終就只能夠去見上帝啦。而事後喺嗰度亦都發現咗82具嘅浮屍，其狀真係令人心痛疾首啊！直至到23日嘅下午，風勢總算係慢慢咁減弱咧。但係喺一夜之間，澳門呢已經係遭受到重創。而喺當時人口僅有6萬人嘅澳門，竟然大概有5000人罹難咯。無數嘅建築受損或者係倒塌，約有2000隻漁船同埋貨船沉沒。無論係人命傷亡定抑或財產損失，呢一場甲戍風災呢都堪稱澳門歷史以嚟最嚴重嘅災難。而呢場颱風唔單止破壞咗澳門啊，香港同樣都係未能幸免嘅。喺颱風期間，香港路上呢就有17名嘅歐洲人遇難啦，而中國籍嘅人遇難人數據估計就喺2500人以上，超過1000間嘅房屋被吹冧，部分嘅政府建築，包括港督所居住嘅山頂別墅，亦都係損毀嚴重。石澳、學園、土瓜灣、馬頭圍等等嘅村落呢，亦都係被夷為平地。咁雖然當時就處於天文低潮，但係維多利亞港內呢，依然係出現咗風暴潮，海水比正常嘅潮位呢係高出咗5到6尺，部分嘅地方係被水浸晒，水深達到4到5尺啊！而喺海上，大約就有200名嘅歐洲水手以及係船員罹難啦，10幾隻嘅遠洋船亦都沉沒，數十隻擱淺或者係損埋，咁仲有數百隻嘅中國漁船係沉沒，死傷大概上千人啊！珠江口嘅西岸，從香山至順德、廣州等地呢，亦都遭受到颱風以及係風暴潮嘅襲擊，大量嘅農田被淹沒，百姓亦都流離失所啊！據不完全統計，呢一場嘅甲戍風災呢，係造成咗27500人罹難，財產損失更加係難以估計啦。喺嗰一個科技尚未發達、預警同埋應對能力都有限嘅時代，人們面對如此強大嘅自然災害，幾乎就係冇到還手之力嘅咧。第二名，1992年汕頭颱風。1992年嘅7月27日，喺遙遠嘅加羅林群島附近嘅海域，一股熱帶嘅低氣壓呢係偷偷咁形成。咁起初睇上去佢係平平無奇嘅啫，但係實際上佢係蘊含住巨大嘅能量。而隨後呢一股低氣壓就好似一個漫無目的卻係有極具破壞力嘅行者，開始係向西北方向緩慢咁移動咧。而喺移動嘅過程入邊，佢係不斷咁吸收海洋表面嘅溫暖水氣，逐漸就發展壯大起嚟咧。而隨住時間嘅推移，颱風係穩步向西北推進。
於7月31日就已經吹過咗呂宋島，進入到南海嘅北部。而嗰陣時呢，佢已經積聚到足夠嘅力量，向住毫無防備嘅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係逼緊。而汕頭市呢一個位於廣東省東部嘅沿海城市呢，係不幸成為咗颱風肆虐嘅重災區。8月2日，白天嘅天空呢已經一早就昏暗落嚟，預示住一場可怕嘅災難即將降臨啊！而到咗黃昏時分，風勢係越發猛烈，狂風呼嘯住咁啊席捲而嚟，發出咗令人膽寒嘅響聲啊！而當地嘅居民嗰時先意識到呢一場風暴呢可能係非比尋常，但係佢哋點都諗唔到，即將面臨嘅係一場滅頂之災。晚黑嘅9點，颱風終於喺汕頭市附近嘅沿岸登陸咧，而嗰一刻就好似世界末日來臨一樣，狂風與排山倒海之勢席捲而嚟，風力瞬間達到咗12級，所有嘅樹木都被連根拔起，喺空中胡亂飛舞啊！而啲房屋呢，喺狂風嘅衝擊底下，脆弱到就好似積木一樣，紛紛咁倒塌，飛瓦倒牆之聲係不絕於耳啊！而嗰陣時，風暴潮亦都洶湧而嚟，海水喺狂風嘅推動底下暴漲3.6米，形成一道高達數米嘅水牆，向住沿海地區又猛拍過嚟。而當時沿海150公里嘅防堤喺風暴潮嘅衝擊底下，亦都悉數潰散。大浪就好似瀑布一樣咁湧入咗城市同埋鄉村，汕頭市瞬間就變成咗一片嘅汪洋咧。平均嘅水深達到3米以上，好多人喺狂風同埋洪水嘅雙重夾擊底下就四處咁逃亡，但係卻又無處可逃啊！好多人被狂風捲走，或者被洪水淹沒，瞬間就失去咗寶貴嘅生命。而沿海村鎮嘅情況更加係慘不忍睹。成個嘅村莊被海水吞沒，人畜漂流，遭伐蕩息。一啲近海嘅鄉村呢，甚至係全村覆沒，財產損失係不計其數啊！根據潮州縣志記載，災區係殃及咗澄海、饒平、潮陽、揭陽、南澳、惠來、汕頭等縣市，田園被淹沒，堤壩潰散，人畜漂流，輪船客於山上。據統計，呢次颱風所造成嘅遇難人數高達6到10萬人以上，成為咗西北太平洋引致最多人死亡嘅熱帶氣旋之一。而喺颱風過後，成個潮汕地區呢，滿目瘡痍，勞舍為虛，屍橫遍野。好多嘅家庭支離破碎啦，而啲幸存者喺痛苦同埋絕望入邊掙扎。由於當時呢就正係軍閥混戰嘅時期，政府嘅救災能力好有限嘅。受災嘅民眾呢就更加雪上加霜啦。呢一場1922年嘅汕頭颱風，為當地人民係留低咗難以磨滅嘅傷痛記憶啊！亦都成為咗中國氣象災害歷史上一段永遠都冇辦法忘記嘅沉痛歷史。第一名，1975年颱風尼娜。喺西北太平洋浩瀚嘅海面上邊，熱帶氣旋嘅每一個呼吸都可能牽動住沿岸千萬人嘅命運。1975年嘅颱風尼娜呢，就正係呢一片海域孕育出嚟嘅最致命惡魔啦。喺1975年嘅7月29日，一條清晰嘅槽線自西北向東南延伸至菲律賓海域，而攪動嘅氣流呢，亦都喺呢度聚集，並且係逐漸咁加強。8月1號晚，尼娜就進入到爆發性嘅增強階段啦。根據美國空軍偵察機實測嘅數據，其中心氣壓呢喺18個鐘頭內已經係驟降至630帕，風速亦都飆升到250公里每小時，最低氣壓梗係904帕，達到咗4級超級颱風嘅強度。喺8月4號嘅凌晨，尼娜呢喺福建晉江第2次登陸咧。但係令人意外嘅係，呢個本來應該喺陸地上面迅速咁減弱嘅颱風，卻係憑借住獨特嘅大氣環流組合，喺華中地區係維持咗上百小時嘅生命力。其低壓系統同埋南下嘅冷空氣形成咗對峙，源源不斷咁將南海同埋西太平洋嘅水氣呢係運輸到淮河流域嘅上空，最終就喺河南駐馬店地區釀成咗世紀嘅暴雨啦。8月5日至8日，河南嘅南部呢係出現咗人類氣象歷史上罕見嘅極端降水，暴雨中心泌陽林莊呢3日累計降雨量達到1631毫米，
單日最大嘅降雨量呢係1005.4毫米，6個鐘嘅降雨量係830.1毫米，全部都刷新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啊！而呢一種強度嘅降水呢，就相當於將當地2年嘅降水量逼咗喺3日之內傾瀉而下。板橋水庫嘅水位以每小時0.5米嘅速度飆升緊，最終喺8月8號嘅凌晨漫過咗防浪牆，主題壩係轟然咁坍塌啊！板橋水庫傾瀉嘅瞬間，7.01億立方米嘅洪水呢，就好似巨龍一樣嘅衝出咗峽谷，形成咗高達9米、闊15公里嘅洪流，以每秒6米嘅速度向住下游嘅狂奔而去。僅僅只係1個鐘頭之後，洪水呢就已經吞沒咗45公里之外嘅穗平縣啦。京廣鐵路亦都被沖毀咗102公里，一列正在行駛嘅火車被洪水係沖出咗軌道。成節嘅車廂係沉入到馬莊河，而更可怕嘅係呢一場洪水仲要引發咗連鎖嘅反應，包括石萬灘水庫在內嘅62座水庫係相繼坍塌，近60億立方米嘅洪水喺大地上肆意咁橫流，一系列嘅災難係造成咗1100萬人受災，因颱風、洪水、飢餓同埋瘟疫直接或者係間接性罹難嘅人呢，達到咗24萬。經濟損失高達12億美金啊，換算成今日呢就係72億嘅美金啦。而穗平縣民成公社227戶嘅人家呢，幾乎係全滅，遺體仲要堵塞住河道，而牲畜嘅屍體呢喺高溫下腐爛，引發咗大規模嘅傳染病。而喺洪水過後，44.8萬人被困水中長達12日，37萬人係浸喺污水入邊等待救援。呢一場災難呢，亦都成為咗中國水利工程史上最深刻嘅教訓。而此後，中國亦都大幅度咁提升咗水庫嘅設計標準，建立咗覆蓋全國嘅洪水預警系統，並且係加強咗對極端天氣嘅監測能力。2005年解密嘅官方檔案顯示，呢一場災難係直接推動咗中國防洪法嘅出台，同埋防洪工程體系嘅全面升級。咁好啦。以上就係本期節目嘅全部內容。咁唔知道你對我以上講嘅6個風邊個係印象最深刻嘅呢？歡迎喺評論區，我哋大家可以吹下水嘅。咁好啦，呢期嘅節目我就講到呢度，記得點讚加訂閱，我哋下期再見，拜拜。